一首歌，这首歌米酒会。风吹吹来人无啊寒，不知遥远的伊敢有加打伞。今夜的天气，你一定知影。 痴情人思我的心这，如果是三更半夜暗暝，梦魇来充满着有你的空气，不惊月亮笑阮这呢痴，爱你的心袂停止。 小小的温暖的米酒杯，为你化作冬天的伊白花。夜里是有风吹，夜里凉冷规暝，因为你是我的一切。我化作你小小的温暖的米酒杯，日日夜夜为你的情无悔。 你是我最爱的。哎，但他大声哦，谢谢。好，谢谢我的粉丝。是三更半夜暗暝。 心内充满着有你的空气，不惊月亮照阮这呢痴，爱你的心袂停止。我化作你小小的温暖的米酒杯，为你化作冬天的伊白花。 夜里是有风吹，夜里凉冷规暝，因为你是我的一切。我化作你小小的温暖的米酒杯，日日夜夜为你的情无悔。一片爱的大地，爱你今生今世，各位一起爱情，你是我最爱的。 宝贝，我化作你小小的温暖的米酒杯，为你化作冬天的伊白花。夜里是有风吹，夜里凉冷规暝，因为你是我的一切。我化作你小小的温暖的米酒杯。 为你的情无悔，一片爱的大地，爱你今生今世，全场一起，你是我最爱的。该能跟他大声的，你是我最爱的。大家给自己掌声加尖叫声了。 所以有没有人说我是许富他？这是我第一次来刺青展。那我自己本身呢，身上有几个刺青，对，今天我也想来物色厉害的师傅，希望有机会我的身上也有他的作品，对，有恰的两家去看完呀，哇塞，帅！ 还是要讲一下，刺青不是一件坏事，因为呢，现在它就是一个艺术，所以希望大家呢不要带一种很奇怪的眼光来看待，因为它就是个艺术，好不好？对。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唱的这首歌，这首歌我今天歌单拢是泰戈基点的，对，这首歌叫做《棒红吹》，谢谢。是不是给我们那个主办方的掌声？
掌声掌声一下。感情亲像风吹的飞，飞远路的吹。冷冷的风来讲情话，加情加意，啥物收回？一阵雨，一阵风，风吹人甲冻孤孤，我的心可比风吹也艰苦。风吹落，风吹落，行你陪走，无人来陪，有情深深永远藏心内底。放你飞，放风吹，放你飞去无后悔。我的忍像一杯放在心肝底。放你飞，已经飞，天边海角无在找。咱的感情哪会一去不回？前面那个拍照的，帮我筛选一下照片，好，拜托。本人双下巴比较厚一点，好，谢谢。感情亲像风吹的飞，飞远路的吹。冷冷的风来讲情话，加情加意，啥物收回？一阵雨，一阵风，风吹人甲冻孤孤，我的心可比风吹也艰苦。风吹落，风吹飞，行你陪走，无人来陪，有情深深永远藏心内底。放你飞，放风吹，放你飞去无后悔。我的忍像一杯放在心肝底。放你飞，已经飞，天边海角无在找。咱的感情哪会一去不回？放你飞，放风吹，放你飞去无后悔。我的心你永远藏在心肝底。放你飞，已经飞，天边海角无在找。咱的感情哪会一去不回？咱的感情哪会一去不回？谢谢风吹。接下来呢？是，我们来跟我们的傅凯老师稍微聊一下。是这个是，还有蓝叶嘛？是。我进前伊咧比赛时阵，是我是台湾的魔王，对不对？对，我那时候是评审，对所以今天再见到蓝叶，我好开心哦。谢谢傅凯老师，掌声鼓励一下，很温暖呢。刚刚傅凯老师在下面上台之前很亲切的问我说：“不好意思，请问你怎么称呼？”我说：“我是蓝叶之前在台湾的魔王。”哦，有，我有印象。然后把我的胡子遮起来，因为那时候胡子没有那么多啦。对啦，现在比较有个性。对，谢谢，有年纪了，是也几年前的事情。是，对，傅凯老师还记得，我真的很感动。就是这么温暖，是不是？掌声鼓励一下，这么温暖，勾追。是不是最近有一个事情要跟大家来分享？对，明天，因为我要回来高雄开演唱会。哦，对，高雄开演唱会，先尖叫声来一下，好不好？那地点呢就在旁
旁边而已，高雄流行音乐中心。就旁边而已，就在这里。那这个日期呢，跟沈文琴大哥有点有点那个什么，就是有点缘分啊，就是开在国际沈文成日，对不对？5月11号，迄日下晡来听傅凯唱歌，安尼好吗？耶！才点到开始卖票，是中午开始卖票，12点卖票。好，那我们是不是这个时候请我们的泰哥来，我们跟大家一个大合照？要。是，那我们等一下请傅凯在这个地方，然后背对着大家，那大家都在这个照片里面哦，哈。好，在家吗？请坐。来，我也来一下。慢些，你们坐我这样子小蹲就好。来，耶！好，经纪人的这个手机，谢谢泰哥全家人，刚刚你是在后面跟我拍这个，真的，对，他们都很亲切。好，那接下来傅凯是不是还有歌要给我们大家带来？今仔歌拢硬知无，就硬嘛。但是表演都非常的好呢，所以要唱这首歌，好，伊的身边有无人？好，有请掌声，耶！闪闪烁烁，牵着我的歌词几分像，不知影是伤心，也是酒醉，怎样我的心酸离袂开，你的几段感情。来去去，追求的是自由，也是空虚。哪无爱哪通讲出嘴？因为伤心的人就会受认真。一杯烟熏你人生，一杯心酸搁无完。牵手的歌音乐，牵手的笑语言，我无醉过来，只会换情。一段缘分的人生，一段心酸的遗产。我无爱情迷茫，我无爱情流淌，你无讲你的心里已经有别人。接下来呢，这个乐团呢，我相信很多人知道他。血肉古之心。一
哎，富凯我又来了。是，刚刚有讲到说这个泰哥选歌，是不是？这些今天的歌都是泰哥选的。对，每一位这个有来到我们这个舞台上登台的，都是泰哥他自己。因为他本身也是刺青师，而且是国际的冠军，他对于这种艺术文化都很有他的敏锐感，所以他邀请来的这些我们的艺人演出呢，都有他自己就说哇，这个他觉得很棒怎样的这样，所以今天的歌单都是泰哥他精挑细选的。对，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先有请一下泰哥来跟我们来讲一下他这个当时邀请富凯，以及是我以为他跟我合唱呢，合唱合唱有准备吗？没有。好香，是吗？零抓，准备姐，好，那我们就掌声欢迎泰哥，耶！帅，富凯，大家好，大家小看热情一点，泰哥邀请来，我们这个泰哥讲的话，我们就好，再慢慢再过去。然后大家好，耶！就是刚刚蓝叶讲的所有的歌单，不只是富凯的歌单，所有的表演者的歌单都是我自己这2个月每天就一直听 YouTube， 一直听，然后去想那个起承转合跟一些歌曲的那个意义。对，像这首像富凯的那个决心，是后一条，那迄是我非常就是。大家都知道，对我熟一点都知道，我是出国人啊。所以讲，我真卡离起来嗰种，可是我问一你对有倒位啦？我南湾溪，我油枪，可是我要来起来已经20几档啊。对，所以每次他在拍天台去，每次第一夜刮出来，每次就是我觉得音乐有力量，所以我会有一些我觉得特别。正向的演讲，比如讲，旧年是讲旅游的天气，对嘛？虽然讲人讲啊，你那话我看起来离谱，可是就是人离开有志气，对啊。所以决心影响我很多啦。我讲一个题外话，就是在我结婚宴客的时候，我在我们家阳台练决心，练了2、3个月。那就这么说定了，等一下要跟我合唱，谢谢。然后我跟妈妈说，我的婚礼不要让人家唱歌。结果我到当天办桌的时阵，舞台无卡啦，无唱啊。你今仔你来唱啊？我那先甲吹落去，不要紧，你袂记大事，不要紧，真正。来啦，你副歌能啦。袂使。我对天讲一句话。那个歌词帮他找一下好不好？拜托。我感觉应该是大家掌声尖叫不够热烈啦！哎呦，拜托一下，听我唱足正常的，要听泰哥唱的，拖下吹落歌词。我跟你讲，你刚袂当个。歌词帮他找一下，有歌词有吗？这个是很临时的，因为他可能也自己不知道说他唱这一首歌。我们看泰哥状况。相约下一次也可以，都可以。他可以。因为泰哥一段讲一个故事，已经到这个所在啊。你连2、3个月，结果你无想到。重点我已经结婚10几年啊。这首歌10几年啊吗？有人给你泰哥加油，泰哥加油！杀我3岁的时候。来啊，我们看一下泰哥的决定。可以啦，你就在我旁边。一小段。没问题，你要几段我都给你。歌词已经准备好了。是哦。好，那我们是不是老师麻烦您了？音乐下，然后我们就尖叫欢迎泰哥跟我们的富凯的合唱。来，好了，用你们热情的尖叫声，尖叫，耶！无人看笑话，不管理想剩偌多，认真打拼的我是成功的一名，莫论偌多人有影仔花，不惊坎坷路歹过。
切拢失去，就算失败嘛袂当，心搁是真。爱相信家己，用心面对，总有出头的日子。我对天讲一句话，永远袂后悔。这是我人生等待的机会，一定要坚持到底。我对心讲一句话，永远袂后悔。若是无地人讲得出，我心乐意看上世。耶，尖叫！再一次谢谢泰哥。我知影可是你才是，委屈吞落去，当作无代志，不惊一切拢失去。就算失败嘛袂当，心意都是真。爱相信家己，用心面对，总有出头的日子。我对天讲一句话。袂后悔，这是我人生等待的机会，一定要坚持到底。我对心讲一句话，永远袂后悔。若是无地人讲得出，我心乐意看上世。我对天讲一句话，永远袂后悔。这是我人生等待的机会，一定要坚持到底。我对心讲一句话，永远袂后悔。若是无地人讲得出，我心乐意看上世。谢谢，下次见，拜拜。好，那我们再掌声。